安那林业署为着要避免人甲鱼起冲突，就推动台湾乌鱼生态服务给付计划。其中针对乌鱼若去偷食农作物甲种生仔，嘛有提供补偿的方案。南华的无农产的农民伫海拔900公尺的果子园设监视器，15录一只乌鱼进入果子园，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各录乌鱼走入鸡舍食鸡。农民后来去鸡舍看，内底的互乌鱼食狗只鸡。农民讲真烦恼乌鱼会过来破坏。损失的不会是，应该是有多少会有一点，可是那个恐惧抹不去啊。这个事件，农民利用通报平台通报提供林保署来当分数调查，搁照台湾乌鱼生态服务给付计划，除了发予农民自主通报减1种利金8,000块以外，也第一摆发予乌鱼破坏农户损失的全部赔偿，搁协助防治措施，希望唔通造成人甲鱼的对立。如果说您有防治受害的需求，那也可以免费来申请领用改良设列具。该当分数表示，台湾乌鱼伫前山地区一直出现，制定的台湾乌鱼生态服务给付计划，除了保护乌鱼，也保障农民的损失。呼吁农民爱通报，佮提供检测资料，互政府鉴定乌鱼出现热点，避免人甲鱼的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